大家好，今日咧係嚟到咗雅居樂嘅海柏灣畔睇呢一棟獨棟別墅哈。首先同你講講咧，就係2萬幾蚊嘅電動大門咧吓運緊過嚟吓，準備裝。咁然後咧呢度係加咗1200幾尺出嚟嘅，所以咧呢度嘅實用咧係可以去到大概3500幾尺到3600幾尺度啦。啊，一間獨棟嘅別墅，原有咧大概係2000尺度嘅一個建築面積嘅。咁然後咧呢度總共佔地都超過3500尺，所以咧你可以諗到呢一棟獨棟別墅究竟係有幾大啦吓。嗱，首先入到嘅就係前花園，呢個花園其實唔係一定要俾你做活動嘅吓，係可以攞嚟停車嘅，因為呢一棟獨棟別墅咧，佢係可以將車完全開入嚟嘅吓。可以見到前面呢度你可以自己做活動，亦都可以停車。咁然後咧呢度咧係一個正門嘅入門。但係咧，我哋而家先唔入去先，要睇完個花園先吓。呢個花園咧係以環抱式嘅一個設計做咗出嚟嘅。咁然後咧呢度咧係屬於側邊嘅花園。目測嘅話咧，呢度咧應該係有3米嘅一個闊度。咁所以嘅話咧，呢一個花園咧，如果你喺呢一個通道上面可以停1台、2台、3台，再加埋前面停1台，總共可以停到4台車。哇！呢啲面積真係一啲都唔怕浪費吓。所以住獨棟別墅咧就係非常之好啦。咁然後咧過到嚟後面呢一個大花園，講真嗰句，哇，住呢啲咁樣嘅真係享受吓，可以見到方方正正、乾淨實用，完全做晒呢個平整，仲非常之考心思咁樣做咗呢一個戶外佈景嗱，呢啲就真係享受吓，因為咧住別墅咧呢啲空間就係非常之大嘅，業主咧仲非常之貼心吓，做咗呢一個隱私嘅圍欄。呢一個隱私嘅圍欄咧，你係望唔到對面，對面亦都望唔到你，但係咧可以通風透氣，非常之唔錯吓。咁啊可以見到啦，嗱，花園完全都係咁大啦，喺前面行到去後面，喂，非常之 OK 吓，呢啲空間無論你係點樣用，都係非常之足夠噶。OK， 我哋而家咧由花園入翻嚟呢個大廳咧，係可以見到成個1樓係用一種約式嘅一個設計嚟噶吓。咁啊，然後咧成個大客廳咧係比飯廳要下沉咗2級樓梯噶，可以見到。所有嘅電視櫃啦、背景板啦、儲物櫃啦，呢啲所有嘅嘢全部已經做好晒啦。所以咧呢一間別墅咧，基本上係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一個狀態吓。除咗大客廳，仲有一個我哋講嘅茶室。嗱，講真嗰句，你食完飯，然後喺度望住電視，喺度嘆翻杯茶，其實真係比較寫意嘅吓。講真嗰句，而且咧你啲珍藏嘢咧吓，喂，可以擺晒喺後面呢一個櫃上面。比如講紅酒啦、茶葉啦、紀念品啦等等呢啲都可以喺度展示，哇，非常之 OK 吓。OK， 呢個大客廳我哋睇完啦，咁啊行翻上嚟嘅話咧，就係呢一個大飯廳啦。大飯廳保留咗原有嘅一個設計吓，呢一個中空嘅呢個設計，呢個中空咧係有6米幾嘅呢一個設計嚟噶。咁啊可以見到呢一張大圓台咧係做咗8人嘅一個位置吓，非常之實用。OK， 咁啊，飯廳隔籬就一定係廚房嚟噶啦吓，咁啊呢一個廚房咧係做咗一個比較西式嘅一個廚房吓，係有一個中島台嘅，加埋咧係有洗手盤，咁然後咧呢邊咧有炒噶啦吓，洗嘅啦吓，嗱呢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，講真嗰句，喂，呢個雖然係屬於一個我哋叫半開放式啦吓，半開放式嘅情況下咧吓，咁然後咧你可以將佢再圍一圍佢，自己加咯吓。咁其實咧就睇下你點用嘅啫吓，咁啊入門嘅話咧就係喺呢個位置啦吓，呢個位置入門，咁然後咧入到嚟咧可以見到呢啲咁嘅櫃咧係非常之多嘅，儲物櫃亦都非常之實用吓。1樓咧係少唔到會有一個長輩間嘅，喺呢一度入嚟咧係帶埋洗手間噶，可以見到，亦都係做咗有淋浴嘅。咁啊然後咧呢一邊咧係呢一個長輩間嚟嘅，長輩間咧係朝東南位，可以見到呢啲櫃啦，同埋呢啲鋁合金嘅吓，啲斷橋鋁合金加埋中空嘅間玻璃係完全做好晒，亦都係有大衣櫃噶吓。咁啊，所以咧1樓嘅所有嘅情況咧吓就係咁樣啦。基本上可以見到完完全全嘅一個拎包入住狀態吓。OK， 咁我哋1樓就睇完啦吓，我哋而家由樓梯行上去2樓睇睇。OK， 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2樓吓。2樓咧，首先見到咧就係呢一個中空嘅位置啦。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啱先我哋講嘅1樓呢個飯廳中空牆嚟嘅呢一個位置，可以見到咧非常之大氣嘅吓。咁然後咧我哋入嚟呢一間房嘅話咧吓，呢邊呢間咧係朝東南向嘅房間。
咁啊呢間房咧入到嚟可以見到呢個空間真係非常之大吓，可以見到嗱床背咧吓係全部做晒裝飾隔斷，然後咧擺咗個2米乘2米嘅大床吓。咁啊講真嗰句，有別墅嘅空間真係非常之大。咁啊呢面窗咧就放咗喺東南面開嘅吓，可以見到呢啲窗嘅鋁合金啦，全部都係短橋嘅，同埋咧做咗呢個中空嘅玻璃吓隔音噶，所以咧呢啲係非常之實用吓。見到佢裝修咧，而家非常之用料嘅。咁啊另外一邊嘅話咧吓，喺另外一個窗咧可以見到佢係做咗一個化妝台類似書台之類嘅，咁啊睇下你點用啦吓。咁啊又可以見到後面呢一個衣櫃。哇，非常之大，做咗一個7字形嘅儲物空間，非常之充裕吓。咁咧呢個洗手間咧就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吓，裏面嘅設備咧亦都係非常之齊全啦吓，同埋足夠噶。咁啊呢一間房我哋睇完啦吓，咁啊我哋再睇翻後面啊，對面呢一度仲有一間房啊，呢邊咧係茶室，呢邊係房間。咁入到嚟呢間房嘅話咧，一樣係可以見到。非常之多嘅呢啲儲物櫃咧係已經完成咗做咗嘅嗱，統一呢一種風格嘅裝修吓，擺咗呢個大床，咁然後嘅話咧呢邊咧就做咗一個落地嘅呢一個玻璃窗嗱，一樣吓斷橋嘅玻璃，再加埋隔音嘅玻璃窗，哇，非常之好吓呢一個設計。咁然後咧入到嚟呢邊就係呢一個洗手間啦，哦呢個應該係主人房嘅設計吓，洗手盆都係大隻啲嘅，哇呢一個。呢個咧可能大多數業主就非常之中意啦嗱，櫥窗通鋪到頂，咁然後咧呢度咧係分2個區噶吓，一個咧係浸浴區，一個咧係淋浴區嗱，別墅咧就可以做到呢一種咁大積嘅洗手間出嚟啦吓，而且咧係非常之實用同埋好用嘅呢一個面積嚟嘅。咁好啦，睇咗呢2間房咧，2樓仲有一間茶室嘅吓，我哋而家行過去睇一睇。咁啊，通過呢一個通道咧，行到嚟呢一邊嘅話咧，就係呢間茶室啦。呢一間嘅話咧，其實時不時同屋企人喺度傾下偈啊，或者係喺度休閒下，其實就非常之寫意嘅。咁亦都可以當一間臨時嘅客房嚟用咯嚇。喺呢度咧可以擺張床咯，即係擺張1.5床啊咁樣咯，都 OK 噶。咁然後咧，佢係帶有洗手間噶，所以咧佢係真係可以靈活咁樣將佢用作呢一個臨時客房。咁好啦，2樓嘅呢一個格局同埋面積咧，我哋又睇晒啦吓。我哋而家行上去3樓睇睇。OK， 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3樓吓，3樓咧係有一間房嘅，就係呢一間啦。入到嚟咧可以見到，哇！呢個空間真係講真嗰句啊，住別墅空間就真係超大，可以見到你睇下，大窗加大床，哇！嗱。住別墅嘅好處就係咁樣啦吓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呢個業主非常之貼心吓，做咗一個接近成4米嘅大衣櫃，哇！我諗搬半個商場嘅衫褲翻嚟都夠放噶啦吓。咁啊套間咧就一樣吓，唔會少嘅。嗱，呢一個位置入去咧就係呢個洗手間，呢個洗手間係呢間房嘅吓，乾濕分離嘅。咁然後咧裏面嘅設備都係齊嘅吓。過到嚟東南面咧會有一個小陽台吓，咁然後咧側邊咧呢一個位置咧同大家講講吓。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咧係平整過去嘅一個小平台嚟嘅，咁然後咧而家咧係處於驗收狀態吓，咁啊驗收好咗之後嘅話咧，一樣咧會做翻圍住邊位做翻呢個玻璃嘅呢個欄杆過去，咁然後咧呢度咧又完全係平整嘅吓，咁所以咧3樓咧其實房間出嚟咧係多咗呢一個比較應該有接近10幾個方嘅呢個小平台吓，咁啊係呢一間房獨用嘅啦吓。咁啊，3樓咧，除咗嗰個小平台之外咧，仲有一間非常之大嘅平台，就係呢個啦。哇！呢個空間講真嗰句，住得別墅嘅都係貪圖呢一個噶啦，非常之大，非常之實用吓，呢啲咁樣嘅空間面積。如果你覺得唔夠用，依然都可以將佢1/3或者係一半納入去室內，都係 OK 嘅。嗱，住別墅咧就係有呢個好處啦吓，而且咧而家呢個業主咧係非常之貼心吓。做咗呢個1/3嘅空間出嚟咧，係做咗一個陽棚嘅遮陽棚。咁啊呢度咧可以放翻洗衣機啦、乾衣機啦等等啦，呢啲咁樣咧吓，同埋喺度晾衫褲啦吓，都係非常之 OK， 亦都係非常之實用嘅一個空間嚟噶。OK， 好嗱，呢一套咧就係雅居樂嘅海柏灣畔嘅獨棟別墅，全新裝修，可以拎包入住嘅。我哋而家咧就1樓到3樓全部睇晒啦吓。咁啊，如果係有朋友就係對呢一套別墅非常之感興趣嘅情況咧吓，掃描我屏幕上面嘅2維碼，隨時約我帶你實地睇房。